豐澤小米15劈價2000清貨，3999入手徠卡三鏡加 SA Elite 同512G。成日話小米手機性價比高，再加埋有減價就抵上加抵。最近睇開豐澤網店，發現小米15呢部旗艦手機劈價，低至3999就買到。呢個價錢買到 Snapdragon A Elite 處理器同徠卡專業三鏡頭，係唔係好抵玩呢？豐澤劈價清貨，小米15勁減2000。講到小米15出嗰陣時，話就話係小屏旗艦，但係5000幾蚊可能會令到大家卻步。不過而家機會嚟啦，豐澤而家做緊優惠，256G 同512G 版本分別以3999同4999發售。但係如果你想買黑色嘅話，3999就能夠買到512G。相比建議零售價嘅5999減咗2000蚊，似乎更加抵玩。我哋再嚟睇下規格方面，小米15配備咗高通 Snapdragon A Elite 旗艦處理器，採用3nm 工藝，無論打機定係多工處理都又快又順，配合12G RAM，日常使用完全冇難度。影相先至係佢嘅重頭戲。小米15同徠卡合作，搭載徠卡 Summilux 專業光學鏡頭，後置三鏡頭組合非常強悍。包括5000萬像素嘅主鏡頭、50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同埋5000萬像素嘅長焦鏡頭，前置鏡頭就係3200萬像素，自拍都夠清晰。而熒幕方面，小米15就配備一塊6.36寸 1.5K， 支援1至120Hz 自適應刷新率，機身設計輕薄，重量淨得191g，手感相當出色，電池容量係5240mAh。續航能力有保證，並且支援快速叉電。其他實用功能仲包括 IP68級防塵防水以及全功能嘅NFC 等等。